通常约人家去逛街、看电影、吃饭、出去玩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用到这一句话，听清楚喽。马给时间卡有喊。马给时间卡有喊。马给时间卡有喊。你什么时候比较有空？因为这样呢，你才可以知道对方的时间是不是可以跟你配合，你才会约到人呢。今天刚好我要约我的朋友去看电影，所以赶快跟我去看看我是怎么运用这一句话的。走。马给时间卡有喊。都无聊，好无聊啊！约雨儿去看电影。喂，雨儿，我善维啦，我想要约你礼拜天去宽天雅看电影，怎么样？礼拜天要看天亮哦，不行啦，我跟我妹妹约好要去球睡了。啊，要去球水游泳哦？那明天嘞？明天也不行。那后天嘞？后天我跟我朋友去逛街。哦，你很忙呢，那你到底马给时间卡有喊，什么时候比较有空？给时间卡有喊。马给时间卡有喊，什么时候比较有空？哦，你不要再了啦，那我帮你决定好啦，那就拜六安补，礼拜六晚上。可以啊。那就拜六安补，礼拜六晚上见喽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拜拜。Yes， 约到喽！复习时间，好无聊，懂无聊，懂无聊。看电影，看天样，看天样。游泳，球水，球水。你什么时候较有空？马给时间卡有喊。马给时间卡有喊。星期六晚上，拜六安补，拜六安补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